卫福部公布国内去年的10大死因，癌症、心脏病甲肺炎是排伫前3名。若这癌症是连续42年排第1啊，其中这肺癌是占上多。另外，死亡的人数是比前年减2000多人，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有减少。卫福部公布上新个人死亡原因统计结果，112年死亡人数105575人，比111年减少2863人。进一步看死因分析，癌症依然是10大死因的第1名，已经连续42年是第1名。第2、第3是心脏疾病甲肺炎。新冠肺炎111年是第3名，去年降到第6名。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是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排名。112年跟111年相比，那大概是少了5000多人。那在去年因为 COVID 的死亡人数大概是8000多人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，目前大概是1000例左右。目前预估呢，今年的一个死亡率呢可能会低于去年。在癌症死亡发生时间点悬，112年平均每9分53秒就一人因为癌症死亡，比111年10分7秒近14秒。去年癌症死亡人数是53116人。10大癌症死因的顺序甲111年同款。癌王肺癌依然是10大癌症的第1名，第2名是肝甲肝内胆管癌、结肠，第3名直肠甲尻川口癌。去年癌症死亡的年岁中位数是70岁，男性69岁，女性72岁。所有癌症都是一样，它的成因不明。实证上面告诉我们，肝癌的成因中有60%到70%是病毒性肝炎引起的，就是各位所耳熟能详的 B 型型肝炎为主，有20%的这个肝脏的问题是跟脂肪肝有关。大致做是，虽然癌症为71年开始拢是10大死因第1名，不过为统计资料顶悬研看到45岁到64岁，还有65岁以上老大人，事故伤害死亡拢是跋倒排名第1，所以要提防老大人跋倒的风险。另外，65岁以上自杀死亡率虽然比111年下降，不过其他年岁层有回升到疫情进前的水准的出现，都要继续来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